各位街坊，唔知你有冇試過行過街市嗰陣，離遠就聞到陣陣好香嘅肉桂、八角，仲有嗰種街油經過高溫烘烤之後發出嚟嘅焦香味。順住嗰陣味行過去，你會見到一排排燒到金黃剔透、油光日彩嘅燒雞掛喺嗰度。但當你抬頭一望個價錢牌，真係會嚇親，25蚊一隻，48蚊兩隻。你嗰一刻心入面一定會浮起一個大問號，而家出面茶餐廳食個常餐都要50-60蚊啦，點解一整隻咁大隻嘅燒雞可以賣得平過一碗雲吞麵？呢啲雞到底係咩雞嚟㗎？係米 D 病雞，定係打咗好助手、好重激素嘅怪獸雞？唔通老闆係開善堂，唔使賺錢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街市平價燒雞之謎，帶大家睇清楚呢啲20蚊燒雞背後嘅生意經同埋製作真相，等各位精明街坊下次買嗰陣買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我哋首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成本概念。喺香港，如果你去街市買一隻新鮮嘅走地雞或者黃油雞，閒閒地都要百幾200蚊隻。點解？因為新鮮雞涉及每日由農場運去批發市場，再由批發市場運去零售攤檔，中間仲要經過檢疫、屠宰，成本自然高。但呢啲20蚊嘅燒雞，肯定唔會係用新鮮雞，佢哋全部都係冰鮮雞或者急凍雞。呢啲平價雞嘅來源，絕大多數係來自國內大型肉雞養殖場出產嘅白羽雞。大家唔好聽到白羽雞就覺得係咩生化武器，其實佢係一種經過幾十年基因改良同埋科學配方養殖嘅肉雞品種。白羽雞最大嘅特點就係生長速度極快，基本上養到40-0日就已經可以出籠，重量可以去到3-4斤。因為生長週期短，飼料轉化率極高，所以成本壓得非常低。想象下，一隻養咗3-4個月嘅走地雞，同埋一隻隻係養咗40幾日嘅白羽雞，佢哋食嘅糧食、佔用嘅空間、人工成本，簡直係天壤之別。喺批發層面，呢啲大規模生產嘅急凍雞，如果係批量採購，一隻嘅成本可能只需要10幾蚊人民幣，折合返港幣都係10零蚊。咁你會問，就算成本10零蚊，賣25蚊，老闆除咗租金、人工、水電，仲有得執咩？呢度就涉及一個以量換價嘅生意策略。你見到嗰啲燒雞檔，佢哋一日唔係賣10隻8隻，而係閒閒地賣100幾十隻，甚至多到2-3客。老闆同批發商攞貨，係成車咁入，價錢自然可以壓到最低。再講個做法，大家喺街市見到嗰啲燒雞，點解隻隻顏色都咁靚、咁均勻？其實入面係有學問嘅。呢類平價雞因為生長週期短，肉質本身比較淡，冇乜雞味，所以喺燒之前，醃製嘅過程就非常之重要。檔主會用大量嘅調味料，包括鹽、糖、五香粉、味精，仲有一啲秘製嘅燒烤汁。為咗令雞皮燒出嚟有嗰種誘人嘅焦糖色，佢哋通常會上糖水或者麥芽糖水。入爐嗰陣，佢哋唔會好似高級酒樓咁用炭火慢慢燒，因為炭火貴而且難控制火候。街市燒雞多數係用大型嘅旋轉電爐或者氣爐，呢種爐可以一次過載20幾隻雞入去，自動旋轉受熱，受熱均勻之餘，仲可以大大節省人力成本。一個師傅可以同時睇住幾個爐，一邊燒一邊賣。而且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呢啲平價燒雞通常都係全隻咁賣，唔會幫你切。呢個亦都係省錢嘅細節。幫你切雞需要人工，需要時間，仲會產生損耗。全隻買走，客人自己返去拆，檔口嘅流轉速度就快好多。喺繁忙時間，你俾錢，佢攞雞，成個過程唔使30秒。呢種高效嘅營運模式就係支撐平價雞生存嘅核心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街坊最關心嘅問題嚟啦，呢啲雞食唔食得過？係咪真係有激素？其實呢個係一個傳咗好多年嘅誤解。早喺20幾年前，甚至30幾年前，大家可能聽過6隻翼、8條腿嘅傳聞，其實嗰啲全部係都市傳說。
而家嘅白羽雞之所以大得快，係因為基因選育同埋科學位置，根本唔需要打激素。打激素反而會增加成本，仲會令雞隻容易死亡，對養殖場嚟講係蝕本生意。不過，雖然冇激素，但並不代表呢啲雞就係完美，因為係大規模密集養殖，為咗防止雞隻生病，飼料入面可能會加入一啲合法劑量嘅抗生素，但只要符合檢疫標準，喺屠宰前有一段足夠嘅停藥期，其實係安全嘅。咁精明嘅街坊應該點樣揀呢？我有幾個心得同大家分享。第一，睇雞皮。雖然燒雞皮通常都係油淋淋，但如果你發現雞皮嘅顏色深得好唔自然，或者有一種苦澀味，可能係焦糖色素落得太重，或者係燒燶咗。第二，睇雞胸肉。好嘅燒雞，雞胸肉應該係有彈性嘅，雖然唔會好似新鮮雞咁滑，但都唔應該係霉嘅。如果你食落去覺得肉質好散、好霉，咁呢隻雞可能係雪咗好耐嘅陳年舊貨，或者係反覆解凍過。第三，睇骨頭。平價雞嘅骨通常比較軟，因為佢哋年紀細，仲係小朋友雞。如果你見到骨髓係鮮紅色，唔好嚇親，呢個係正常現象，因為雞太幼嫩，骨頭入面嘅血紅素仲未完全熟透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呢啲雞要賣得咁平？除咗成本低，其實仲有一個商業心理喺度。喺街市入面，平價燒雞往往係一個引流產品。檔口可能係賣燒味嘅，佢用25蚊隻雞吸引你行埋去，你買完雞，可能順便會買埋叉燒、燒肉。叉燒同燒肉嘅利潤比燒雞高得多。呢種就係所謂嘅蝕頭入尾，用燒雞做招牌，帶動成個檔口嘅生意。另外，我哋仲要睇睇個租金結構。街市好多檔位其實係歷史悠久，租金可能相對平一啲，或者係一啲位置比較入嘅位置，租金壓力冇商場鋪咁大。加上好多係家族式經營，阿爸燒雞，阿媽賣，仔女放學幫手收錢，慳咗一大筆人工開支。呢啲草根智慧就係點解你可以喺今時今日咁高物價嘅香港，依然買到20幾蚊隻雞嘅原因。不過各位街坊，平嘢唔係冇好嘢，但亦都要量力而為。如果你係追求極致嘅口感，追求雞味濃郁，追求皮脆肉滑，咁呢啲20零蚊嘅燒雞肯定滿足唔到你。佢嘅存在價值係為咗一啲生活節奏快、想慳錢，或者係想簡簡單單加個餸嘅家庭。一隻燒雞加2棵青菜，一碗白飯，就係一餐好豐盛嘅家常便飯。大家諗下，如果全香港嘅雞都要賣到200蚊隻，咁好多基層市民或者係打工仔，可能一個月都唔捨得食一次雞。呢啲平價雞其實係喺高物價環境下，俾大家嘅一種生活小確幸。我仲想講講，食呢啲燒雞嘅時候，其實都有啲小技巧可以令佢更好食。因為街市買返去嘅時候，可能已經唔係最熱嘅狀態。我建議大家返到屋企，可以用氣炸鍋或者焗爐稍微加熱返。氣炸鍋用180度加熱5-6分鐘，雞皮會重新變得脆口，加油會流返出嚟，味道會提升一個層次。千祈唔好用微波爐，因為微波爐會令雞皮變到好韌，肉質變到好乾，完全嘥晒隻雞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買2隻嗰種，食唔晒點算？我通常會將食剩嘅雞胸肉撕成絲，第2日攞嚟做雞絲撈麵，或者係加啲青瓜、麻醬做手撕雞冷盤，甚至可以用雞架嚟煲湯或者煲粥。雖然係冰鮮雞，但嗰陣燒烤嘅香味會滲入去湯水度，煲出嚟嘅粥會特別香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都明白咗平價雞嘅前世今生。佢唔係咩魔鬼食物，只係現代工業化生產下嘅產物。喺香港呢個咁包容嘅城市，既有幾千蚊一餐嘅名廚料理，亦都有20幾蚊一隻嘅街市燒雞。呢種多元化，正正係我哋香港最可愛嘅地方。大家下次去街市見到嗰啲燒雞檔，不妨用一個新嘅眼光去睇佢。你會睇到老闆熟練嘅手勢，你會睇到煙火氣背後嘅勞動成果。精明嘅街坊
最重要係知自己買緊啲乜。你知佢係冰鮮雞，你知佢係用咗大量調味料，你知佢係薄利多銷，咁你俾嗰20零蚊嘅時候，心入面就有一把秤，覺得物有所值。唔好成日聽人講平嘢一定冇好嘢，亦都唔好盲目追求名貴。喺我哋日常生活中，點樣用有限嘅預算過到最有滋味嘅生活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生活智慧。呢隻20幾蚊嘅燒雞，其實就係一個好例子。我想再補充一點，關於衛生嘅問題。買平價燒雞，除咗睇價錢，一定要睇下間鋪頭嘅環境。雖然係街市，但一個乾淨嘅燒味櫃、戴手套處理食物嘅員工，以及處理得妥當嘅廚餘，呢啲都係保證你食完唔會肚痛嘅關鍵。有啲檔口雖然平，但如果你見到啲雞周圍擺，烏蠅飛嚟飛去，咁就算賣10蚊隻都唔好買啦，係咪？呢啲燒雞檔通常都有好多常客，你有冇試過有啲阿婆阿伯日日都會去幫襯？佢哋揀雞嗰陣仲會同老闆傾下偈，呢種人情味係連鎖超市或者高級超市俾唔到你嘅。老闆見到熟客，可能仲會俾多2包骰粉汁，即係嗰隻甜甜地嘅豉油，或者揀隻肥美啲嘅俾你。呢啲互動都係街市文化嘅一部分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香港仲有活雞屠宰嗰陣，街市係另一番景象。自從經歷咗幾次禽流感之後，香港嘅雞肉市場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2000幾年之後，冰鮮雞逐漸成為市場主流。呢啲轉變雖然令我哋少咗新鮮雞嘅選擇，但亦都令到雞肉嘅價格變得更加親民。20幾蚊一隻燒雞，其實亦都係呢個時代背景下嘅產物。如果大家細心觀察，你會發現呢啲平價燒雞檔通常開喺一啲比較舊嘅屋村街市，或者係人口密度好高嘅區域，因為嗰度嘅街坊對價格最敏感。老闆亦都好識做，佢哋會將個大喇叭放喺門口，不停循環播放25蚊隻、25蚊隻。呢種聲音已經成為咗好多香港街市嘅背景音樂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呢啲雞唔係賣30、40，偏偏係20幾？因為喺好多基層市民心目中，20零蚊係一個心理關口。呢個價錢等於一個麵包加一盒子包奶，或者係一個快餐店嘅下午茶。當你可以用同等嘅價錢買到一整隻雞，嗰種滿足感係非常之大嘅。當然啦，呢種極低價嘅競爭，亦都令到一啲傳統燒味檔壓力好大。以前賣開6、70蚊一隻燒雞嘅檔口，為咗生存，可能都要被逼跟住減價，或者係要更加強調自己係用更好嘅貨源。呢種競爭最終受益嘅其實係消費者，但作為精明街坊，我哋亦都要明白，如果一味追求低價，最終可能會令到市場失去多樣性。所以我建議大家偶爾食下呢啲平價燒雞無妨，但如果有重要日子，或者想對自己好啲，不妨去支持下嗰啲堅持用品質說話，賣得貴啲但貨真價實嘅老字號。平衡發展先至係對我哋生活環境最好嘅支持。總括嚟講，街市20幾蚊一隻嘅燒雞，背後係由大規模養殖、高效物流、工業化烹飪以及薄利多銷嘅商業模式共同建構出嚟嘅。佢唔係神話，亦唔係鬼故，而係現代社會一個非常典型嘅成本控制案例。希望今日同大家講完呢啲，各位街坊下次行過街市，再見到嗰啲香噴噴嘅燒雞，心入面會多咗一份清醒，亦都多咗一份欣賞。明白點解佢可以賣咁平，你就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咁去享受呢份屬於香港人嘅平價美味。記住啊，精明消費唔代表只買平嘢，而係要知道每一樣嘢背後嘅價值。呢份20幾蚊嘅燒雞，承載住唔單止係填飽肚嘅功能，仲有香港街市嘅活力同埋基層市民嘅生活韌力。其實除咗燒雞，街市入面仲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去深挖。例如點解有啲菜賣得咁平？點解有啲魚永遠都係咁鮮色？呢啲都係學問。大家生活喺呢個節奏咁快嘅城市，有時停低腳步，留意下身邊呢啲細節，其實都幾有趣㗎。
大家返去可以試下我頭先講嘅方法，用氣炸鍋處理下買返嚟嘅燒雞，真係會驚喜㗎。或者你有咩獨門秘方可以令平價燒雞變到5星級大廚出品咁款，都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分享下。我哋香港人最叻就係靈活變通，就算係20幾蚊一隻雞，我哋都可以食出花樣，食出態度。呢種就係我哋嘅生活哲學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我諗大家都聽得好詳細啦。希望呢啲資訊對大家有用，令大家喺下次買嘢嗰陣更加得心應手。大家要記住，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，但確實有性價比極高嘅晚餐。只要你肯去了解、去學習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活入面嘅專家。大家下次見啦！祝大家餐餐有雞食，餐餐都好胃口。記得多啲同街坊交流，街市入面嘅情報往往係最快最準嘅。大家互相照應，生活自然會更好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內容幫到你，不妨分享俾你身邊啲精明街坊聽，等大家都可以一齊做個識食識揀嘅精明消費者。